对。张学工们。我跟你说了，将跟他们那个江南县市管会他们也不用，以前听我说完好吧？你听我说完。可以。我们将通过联系，然后他们这边是在编审理，是通过市管联系，又需要履行那个请假手续。请假手续只是写了拉萨和山南，没写日喀则这边。然后通过市管会的联系要求的，让他们原路返回。我们不返回，我们就待在这。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规矩。没关系，你按你的违反你的，我就在这儿待着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返回，我们就按合法走。你想返回啊？要么抓走，我们就待在这儿。不走，我们不走，我们就待在这里。可以。我就等让你让我卡4、5天，我就卡在这里，我就取证。我不走。我就不走，我这一车人不走，知道吧？我是全员要执行，你要这样区别对待，我就不走，我就待在这儿，明天也不走，我就待在这儿。电视线你卡着，你卡好了，知道吧？你录好，你卡好。说一下。工区地面的等你们的啥？打开么个？我把那个就让这不这个要老学是俺学员是老呢。呀，威胁着嘛，恐吓着嘛。没有。你在恐吓威胁嘛？那你为啥用啊？老师有事呀？怎么了？最好回来是啥意思？我们说的都。你恐吓威胁什么？没有。那不要讲恐吓威胁的话。好了，你讲完了吗 ？OK， 可以么个？工区地面的你主要没得事，可以。我把他们讲的啊。我们开一等等，那是我们和他们的之间。不要恐吓威胁我的客人啊。吃说东哥没弄苦出着滚吧嘛这。好嘞，我走，我家有的，就是跟我有关，知道吧？我代表，我让他们不用提供的。怎么了？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客人，我旅行社的客人，我就不走。好嘞，人把开也没过，关也没过。在威胁嘛。我是旅行社，我是西藏这边的旅行社，带着12个和尚在这吞行，我要合法吞行，对，我要合法吞行，我不提供任何，我要求客人不提供任何请假条，你拿着身份证钱就行了，跟汉族人一样。现在他还在恐吓我的客人着。西藏流浪地球国际旅行社，西藏流浪地球国际旅行社，我叫采样错，就是我。对。边防证、身份证都有，齐全。对，现在还在劝返我的客人，就边境检查站。对，边境检查的民警来了很多，他们县里的什么网安大队的大队长全都来了。现在在恐吓我的客人说，最好是回去市管会说的，给江达的那些和尚那样说，他们现在是联系市管会，然后市管会给客人打电话，然后客人说了，我旅行社要求不用提供请假条，这是边境和我的事情，不用给个人打电话，知道吧？现在他们用藏语在那说，市管会说你这一会儿回去，你们不能吞行，其他人也可以走。没有，目前没有，我也让他们保持距离，我一直用手机在取证。对，好的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后面有个手机吗？